继续来看高雄一个太太骑电动车骑到阿莲区民生路时阵，互入去顶入来的电线搞到怎来刹车，规身躯是刹甲大空细字，手指头啊断去，甚至阁来闹震动。中回事故的现场，在地人讲，这个电线是安尼弄破理破，真混乱。过去都捌共搞到发生车祸，这个电线毋是台电的，嘛毋是警察局监视器的电缆线，到底才爱赔偿负责？警方爱阁进一步厘清。一条震动的电线飞真悬所在，坠落来地片，骑车查某人骑到刹道，安全无法飞到边境，骹手阁有真侪所在擦伤流血，伤到病院检查有脑震荡，严重的所在阁有倒手、尾仔骨头断去，必须开刀治疗。真风啦，嘛是跌落来，也是跌啦。哦，甲我看一个，我用紧张一个哦，看我脸啊，像我有徛呢。规拢倒落呢，规个就拢拍过去啊，就唔知人呀。代志就发生在昨下晡，查某人骑车伫个路所捡边仔电线搞到刹车断去。先就是等伊啊，等伊无人处理，迄阵迄个人拢甲爬过无负责任，迄我唔知是毋是用着，我唔知啦。就路人就对啦，了就警察就来啊。电话到事故路段阿莲区民生路交到骑车民众的白色电线，经由台电人员处理，已经固定伫咧电话条顶。只是道路顶的电线贵如苍苍，当地民众讲，小型的事故并不是头一摆发生。之前还有人被勾到过吗？以前啊，正样有。以前那是捌啦。哦。这块车过敢会搞到？会啊。上乱的话，是毋是爱小整理好，较袂显那低啦，还是讲好较整齐的啦，较无安全性较有的安尼。有关脱落电线部分，已初步排除非台电或本市警局监视器电缆。电线垂落来，害查某人刹车，真正是衰到敢若来遐，安那爱吹响负责赔偿，警察卖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